个写诗作业啦，人家们有的怕无人接替，我们有的也有人接替。就是上至3个儿子，爱头爱脑，不成大器。讨进两房媳妇，一个叫早日出版，一个叫论坛读过。一日到夜叽叽喳喳，相骂不断。突然一眼不灵，还想做当个人。真把我弄得头昏脑胀，走投无路。现在啊，我只有那3子少宝宝新郎当孙辈，定好把我讨进一个聪明伶俐的媳妇。听人家来动话。5姊妹，一个叫张苦洞的囡张九斤，伊是相貌好，肚才好。要是能够帮我做第3房的媳妇们呐，我这个300亩的田地，可以帮我只一定家头亲，一心向往。故事们要是碰到张苦洞，我先同伊谈谈上一斤。到大寨。里面的张师傅来懂吧？张师傅张师傅开门。外头啥人啊？是我啦。喏，你有没有家生？我们有只灵，阿子阿狗都有名。侬哪个没名字啊？别一被淘气大寨。那我的名字啦，要用顺不顺的啦。搿侬讲来，我算算看。搿么侬听懂？1斗半，2斗半，3斗5升4斗半。我这连名连姓在衰败，叫侬姑娘自家算。侬是12点王是伐？侬哪个晓得个叫？我毛算算的呀。毛算算啊，一定是秋瑾姑娘同在。里面个姑娘，搿么侬叫什个名字啦？我的名字啊，还要算哦。搿么侬讲嘞？我当算算看。搿么侬听懂？1斤半，2斤半，2只4两3斤半。我是连名连姓在城关，12点往侬是算。侬就是秋瑾姑娘啊！12点话，搿侬到俺屋里来做啥？我是叫㑚爷到俺屋里帮我看冬去。搿是侬来不着嘞，俺爷出门去做炮香啥一起来。搿不要紧个，㑚爷回来，侬同伊讲，就讲12点往来过噻，叫侬到10个屋里看冬去。搿么㑚屋里来到哈里呢？俺屋里呀，搿么侬听懂？
着来过门，门前两个鬼门人，一律要里拉往里等十七八把吊坠到头顶。一胡须趁拉当头精神，腿好像爬着滚叶，礼佛要万来吃呀，礼佛要面上困，就是我啥家鬼门人啊！我晓得嘞。呀，侬晓得的？搿侬倒讲来我听听看。喏。三眼龙门嘛，就是一定三眼十角呀。前面闹莹莹嘛是读书的书房，郎青青嘛是祠堂，来过门嘛就是一座圆圆的玉洞门。两个鬼门名嘛，就是那屋里两棵棕榈树，是不是啦？咦，九金姑娘，那侬到俺屋里去过噶？去是没去过，我是冒猜猜的呀。咦，又是冒猜猜过，聪明过，聪明过。让我再考考伊哦。哎，九金姑娘，今朝呢，我是想叫那爷帮我去裤子老顽童啦。啊，侬是要叫俺爷帮侬看9只洞，是不是呀？侬哪个晓得我要看9只洞的啦？弯来弯去个洞是没个，就是不是弯的啦？那么就叫老顽童呀。那么9只洞名，侬总不晓得了噻？那么侬讲嘞，我听听看。侬听懂？我天亮要呼天亮洞，清早起来个洗面桶，万有安住无事啊动，12点往侬老顽童。16西山黄昆洞，啥工短工都要用，点饭回来个洗家洞，半夜3更要进啊洞，姑娘个房间呀一洞，这叫啥东西啦？是木洞呀。我要哭有地无盖洞，要哭有盖无地呀洞啊！有盖无地是我盖，有地无盖是头无洞。我还要哭这只笼统，两只耳朵敲松松。过年过节都要用，搿只名字叫震动。我要哭一对恩爱父啊启动，搿对手叫跳丝筒。我还要哭这鸡瓜洞，一根米波通天空，一根黄当上当中。上头一记松，个下头不隆咚，铃铃起来麦咚咚，问侬姑娘叫啥个啦？痛！哎呀，这个嘛就是吊死个吊洞呀！哎呀，我还有一根米波洞嘞！一根米波嘛就是一根绳子呀，搿吊洞没绳子嘛，哪个吊你？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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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在好过，都在好过，搿不晓得相貌到底好不好啊？哎，九金姑娘，搿好过，我现在那样回来，叫伊早点到俺屋里吃便中饭哦。啥人电话？搿侬到俺屋里坐歇去呀？哎呀，不着的，不着的，不着的。坐啊，吃饭去呀？不吃再不吃再不吃点心吃完去呀？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哎呦，不客气。坐啊，不吃点心啊，不吃，搿我不客气了，我不送侬了。搿九金姑娘倒是有说调皮大，哎，门不开叫我坐子去，点心不吃么坐啊吃饭去，门看见我，门看见我，门看见我，好过。
搿等张师傅一来啊，革命情势，我是一定要想办法定你成功。